條件限制賽，第二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係呢隻精英高球快喎，出邊佐治傳奇白衫走上去啦，埋邊仲有極上沙龍啦，中間紅海王啦，4隻馬平排走喎，跟住個第5位出邊光年情長，中間一路精彩，外邊仲有冷蛙，馬林中間紅衫黑白帽嗰隻咧就良言一句啊，內欄褪咗啲喎，精彩嚟㗎，後啲嘅馬匹啊，元好運響尾5啊，粉紅衫淺藍帽嘅，尾4粉紅衫白帽都靈冠星，後邊3匹馬正哥哥八心之星遙遙到後係真叻仔嚟㗎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極上沙龍啊，佐治傳奇跟住個第2啊，第3位有紅海王啦，內欄第4灰馬有精英高球啊，響外邊咧望空咗喎，咁啊白衫有呢隻光年情長啦，出邊藍帽就冷蛙啦，馬林中間粉紅衫淺藍帽走入去喎，係元好運啊，中間一路精彩咧就俾人阻地喎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隻都靈冠星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極上沙龍放到順晒喎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有2個馬威啊，中間位置有佐治傳奇啊。元好運依家先至追上嚟，出邊位置仲有隻冷蛙，最後100米都極上沙龍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！元好運跑第2，冷蛙第3，第4名係佐治傳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一啲較為年輕啲嘅馬一齊跑緊啊，擺咗喺前面走嗰啲着數咗咯喎，呢隻極上沙龍貼埋欄一放到底，元好運就追啊，跑第2，冷蛙就跑第3，第4名係佐治傳奇啊！潘明輝。5班18，第2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耀昌盛世咧，紅眼就稍微慢啲啊。前面快嘅嘛，中間華美智慧啦。咁啊，再見到埋邊齊歡聚樂啊，走上去。內欄仲有紅帽嗰隻就龍澤飛區啊，外邊啊肥仔精神啊。中間藍衫藍帽咧，仲有捷足奔馳。內欄粉紅衫粉紅帽咧就極速之子啊。響外邊皮具大師啊，紫色衫嘅。紅眼罩藍帽走翻上啲內欄，仲有耀昌盛世啊。馬林中間黃藍衫咧就標誌星球啦。後邊4匹馬，金得意向尾4喎，縮住嚟跑黃衫㗎。尾3內欄有藍眼罩嘅永勝金區，外邊係型到爆啊！暫時電流係常多笑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齊歡聚落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悠悠乾坤啊走咗上去啊！肥仔精神啊外邊嘅第3位，內欄第4啊，粉紅衫極速之子啊，中間第5華美之威啊，外邊呢就皮具大師紫色衫啊騎上去，馬林中間仲有藍衫藍帽捷足奔馳啦，龍澤飛區啦紅帽嘅，內欄紅眼罩藍帽耀昌盛世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標誌星球啦，金得意啦，尾3內欄永勝金區啦，外邊常多少啦，暫時電流係型到爆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齊歡聚樂依然係佔先一個身位入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悠悠乾坤啊，內欄慳咗啲位呢，就係呢隻極速之子粉紅衫啦，外邊肥仔精神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華美之威啊，馬林中間呢，仲有龍澤飛區啦，外邊啊大面箍黃衫金得意追啊，最出啊，咁啊有型到爆同埋常多少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齊歡聚樂拋離咗對手有大約個零身位嘅，後邊有極速之子，馬林中間追啲有龍澤飛區，外邊金得意最出，仲有隻型到爆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齊歡聚樂拋離咗個幾身位，後邊追上嚟，出邊有型到爆，中間龍澤飛區接近終點第1名埋邊，係齊歡聚樂，外邊追上嚟第2係型到爆，咁啊中間啦，龍澤飛區第4名係金得意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大步大隻，試就話普普通通啦。但係落場就交得到啊！齊歡聚樂似乎啱啱到先啊，追上嚟似乎由包尾尾衣追上嚟跑第2呢，型到爆。第3啊龍澤飛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百勝金龍慢啲啦，橙衫藍眼罩雙贏都係慢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進城區搶咗出嚟跑先啦，外邊小飛俠想跟佢埋㗎啦，內欄有風起雲湧紫色眼罩嘅，第4位係龍船快啦，第5位外邊啊有包裝旋風啊，內欄橙衫啊怪獸叉燒馬林中間呢，大約跟住個第7呢就一支箭啊，內欄粉紅衫粉紅帽有百勝金龍啊，外邊啊智多多寶啦，尾5紅衫咁啊見到呢隻八進笑星啊，後邊嘅4匹馬分別有同益線啦、明亮天下啦、尾子橙衫藍眼罩係雙贏啊，暫時電流係嗰隻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4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呢就進城區啦，小飛俠就跟啦，內欄第3位呢就係大熱門啊，咁啊紫色眼罩嘅風起雲湧嚟㗎，響外邊啊包裝旋風，中間第5龍船快，內欄第6怪獸叉燒，外邊第7智多多寶，中間第8黃衫仲有一支箭啊，後邊嗰6匹馬分別有百勝金龍啦，紅衫尾5係八進笑星啊，尾4內欄
明亮天下響外邊啊同益戰啦，尾二橙衫咧係雙贏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年年有福嚟嘅，次序上面喐動就暫時唔大噶啦。好啦，轉呢個咧就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嘅馬都依然係進城區嚟嘅，小飛俠啊外邊跟，埋邊第3位咁啊都係聞風未動喎，有風起雲湧啊，外邊第4位就包裝旋風啊，中間第5就龍船快啊，外邊慢慢上咗啲喎，淺藍帽係智多多寶啊，跟住喺外邊走啊，有呢隻咧就係八駿笑聲啦，埋邊橙衫嘅怪獸叉燒啦，揈咗去外邊爆啦，有同益線啦，同埋雙贏啊，鬥到嚟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話就進城區鬥緊小飛俠嘅時候，外邊智多多寶冚上嚟，中間仲有龍船快，內欄風起雲湧，外邊追嘅馬有八駿笑聲，最出係雙贏，最後200龍船快鬥緊智多多寶嘅時候，八駿笑聲外邊追，最出雙贏，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100米到外邊雙贏，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噏上噏落啊，埋邊係智多多寶，但係外邊八駿笑聲冚上嚟嘅勢呢，亦都係相當好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雙贏，其實起步佢都係慢啲啊，咁但係外邊冚，結果贏馬跑第2名噏上噏落啊！外邊係八駿笑聲，入邊係嗰隻智多多寶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，黃衫嗰匹係龍船快。就這步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超寫2橙衫都係慢啲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，咁啊見到外欄位置會長之寶啊，中間聖萬金黃帽走咗上去啦，粉紅衫第3位好好戀愛啊，中間紅眼罩黃帽咧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咧就翠紅啦，入邊啊巴閉王啦，淺藍衫最入嗰匹啊係領航君子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衫藍藍地色帽咧仲係有備而戰啊，黃衫黑帽飛來閃耀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有繼往開來啦，超寫2啦，入邊黑衫飛馬座電子好好啊，後邊2匹維港激流同埋一隻星際快車嚟㗎，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聖萬金就貼咗個外欄啊放㗎啦，跟住第2位啊，後邊有會長之寶響外欄嘅，中間好好戀愛啊，入邊翠紅啦，馬林中間追上去就飛來閃耀啊，最入嗰邊呢仲有領航君子嗰啲，最後100零米，翠紅響中檔已經係透出咗，外欄會長之寶追翻上嚟，接近終點翠紅贏啊，跑第2名係會長之寶啊，第3名飛來閃耀，第4名呢追上嚟嗰隻呢外欄啊超寫2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匹翠紅都休息咗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啦，咁啊但係一樣能夠贏馬，跑第2名外欄會長之寶，第3名飛來閃耀，咁啊中間第4呢係後邊追。第2暫時係9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鬥智波啊，咁啊見到1號嘅騎師啊墮咗馬，就係嗰隻有形量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呢隻喬峰快啊，響外邊鬥智波啦，最出呢仲有隻問鼎巔峰啊。第4位外邊啊榮理雙收，內欄黃衫加州得力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金塊飛飛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飛天王啦，中間大數據啊，再後邊嘅馬出邊大約尾5到呢就小王爺啊，後邊4匹馬分別有黃衫嘅女神響尾4啊，中檔尾3呢仲有黃金騎士，出邊藍衫金鑽精靈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拉合二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喬峰就貼欄放嘅，跟住第2位都係風啊，問鼎巔峰啊，第3位啦，外邊榮理雙收呢就喳喳聲走上去啦，內欄第4位仲有加州得力啊，中間6、3第5位仲有鬥智波啦，後多層內欄飛天王啊，中間淺藍帽藍眼罩呢就金塊飛飛拱咗出去喎，小王爺紅衫大面箍俾佢拱出去，最出藍衫仲有隻金鑽精靈啊，後邊嘅馬啦紅衫粉紅帽就係黃金騎士啊，最後直路埋邊喬峰仲有少少嘅優勢嘅時候，榮理雙收上嚟追，6、3中檔鬥智波上，入邊有加州得力啊，沿住個馬林中間追，仲有女神啦，大數據啦，出邊係黃金騎士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鬥智波，外邊黃金騎士開始呢就追緊上嚟，埋邊有喬峰，接近終點，鬥智波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黃金騎士第2，大數據第3嘅機會係咪高過外邊嗰隻女神呢？就比較接近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鬥智波入彎就已經慢慢逐步上嚟，其實睇翻臨尾嗰100米度啦，啲馬都仲有啲片嚟片去，咁但係都拋離對手贏馬。黃金騎士第2，第3似乎係大數據嘅機會呢，係咪高過出邊嘅女神呢？就叫做要影下相啦。準備
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。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係呢個灰馬嗰隻精明選擇想搶㗎啦。中間競進光輝粉紅帽中檔有派頭埋邊白衫呢，就係川河營區啊。內欄紅衫紅帽啦，就係呢隻紅衣醒目啊。中間大約第6位到啦，仲有午夜快車啊。第7位內欄藍衫起行啦，出邊啡色衫考眼光啊。後邊嘅6匹馬啦，有沙張奇星啦、加州星馳響內欄尾5啊。外邊呢仲有精算特殊喎，尾3啊奮鬥心，後邊一隊6-3發財金哥。金區永騰啊，暫時墊後啊！好啦，跑對面直路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馬就川河營區啊，競進光輝就外邊嘅第2位啊，埋邊第3呢，有呢隻就精明選擇啦，內欄第4紅衣醒目啊，中間第5粉紅帽有派頭啊，出邊第6位仲係考眼光啊，啡色衫嘅內欄呢，藍衫第7位有起行啦，中間午夜快車外邊沙張奇星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奮鬥心就內欄攞咗出嚟中檔呢，就加州星馳啊，紫色眼罩㗎，後邊3隻精算特殊，白衫內欄呢有金區永騰拍住外邊呢，6-3暫時墊後係發財金哥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川河營區仲係佔先嘅，競進光輝呢就響佢外邊啊，埋邊紅衣醒目呢夠唔夠位出呢？中間精明選擇追，外邊仲有考眼光，後多層啊，出邊加州星馳追緊啦，馬林中間仲有奮鬥心啊，最後100零米考眼光透出咗，外邊加州星馳追緊佢，偷入邊上仲有呢隻奮鬥心啊，最後100米到加州星馳外邊嘅去勢都幾勁啊！埋邊奮鬥心搏佢呢幾步上緊嚟，接近中第1名相當接近，埋邊奮鬥心上咗嚟，鬥出邊嗰隻就加州星馳，兩隻馬好近啊！中間呢就考眼光第3，起行第4喎，以為加州星馳一鼓作氣扔下，以為到嘅時候埋邊奮鬥心搏咗上嚟，終點嗰步呢就似乎加州星馳就揼咗落去嘅，埋邊呢就比較細隻啲奮鬥心，兩隻馬好接近啊，有得影。喂，唔係喎，奮鬥心好似機會高啲添喎。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啊！快嘅馬，黑衫就武林密碼，中間夾住有龍之輝啊！人和家興走上去，外邊藍帽進佔第3位嘅標誌星河啊！最出藍衫藍帽就愛馬仕啊！馬林中間橙衫呢就笑傲江湖啦！後邊嘅馬出邊黃衫神希麗人，內欄位置紫色眼罩呢仲有風再起時啊！馬林中間就馬力灰色衫嘅，出邊有狀元及第啊！尾4係真心傳奇啊！後邊3匹馬風雲武士啊，拍住紅衫呢就華麗再勝，暫時墊後進步騰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人和家興入放，愛馬線入外邊跟，守住個內欄第3隻武林密碼，中間第4位藍帽就標誌星河攞出去啦，拱埋神希麗人出去啊，緊隨其後㗎嘛。馬林中間橙衫橙帽呢就笑傲江湖啦，咁啊再後多層有風再起時又韞緊啦，出邊追有華麗再勝同埋風呢隻呢就風雲武士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標誌星河就透出啦，只見到中間位置笑傲江湖追緊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入邊上咗少少有武林密碼，中間就風再起時嗰啲啊，最後100零米，標誌星河佔先咗大一半嘅身位，笑傲江湖最逼越近第1名，標誌星河捧走6福珠寶杯啊，跑第2名笑傲江湖，出邊啊風再起時，跑第4名，似乎埋邊嗰隻武林密碼嘅機會呢咁啊高少少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誌星河，縱使升班都一樣能夠力壓對手贏馬，笑傲江湖都追得勁㗎啦，衝上嚟第2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有騎師跌咗落嚟啊，咁啊就係嗰隻超越夢想嚟噶灰馬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包裝天王啊，賢者威風第2位啊，金風萬里埋邊第3，出邊呢，紅衫走上去就會當凌啊，中間第5係呢隻龍傲玲羅啊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內欄黃衫藍眼罩跟住個第6就順城之星啦，外邊啊自滿同行啦，後多層紅眼罩紫白格仔衫呢，仲有呢隻事事感恩啦，響個外邊啊美好夢想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龍之尊啦、陸小鳳啦，尾紅帽係安刀啊，手錶之星啊暫時墊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就賢者威風就佔先咗嘅，包裝天王就第2位啊，金風萬里就第3。咁啊暫時就見到前面嘅馬就會當凌，咁啊但係呢，咁啊都聽到響起鐘聲咁喎。咁啊後啲嘅馬啦，龍傲玲羅啦，出邊啊自滿同行啦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啦。埋邊佔先，仲係呢隻賢者威風啊！咁啊，但係呢個時候金風萬里追緊上嚟，出邊會當凌都衝，外邊仲有隻自滿同行啊！好啦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金風萬里佔先，會當凌過佢，出邊呢就自滿同行嚟㗎。咁啊，但係呢場賽事呢，
咁啊亦都出現一個墮咗馬嘅事件嘅。咁啊嗰匹咧應該係灰馬嗰隻超越夢想啊！咁啊睇下到時個狀況係點啦。咁啊臨尾咧就似乎係鬥得好激烈嘅，會當凌就透出咗，外邊追有志滿同行，埋邊唔多就金風萬里。咁啊大熱係7啊，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啊，開心5月埋邊應聲彈出啊，假面騎士中間走上去，出邊艾利奧最出仲有天時明區啊，埋咗去第5位啦，有呢隻就張睿啊，第6位灰馬堅有利啦，內欄第7呢，仲有呢隻黃龍飛將，中間係天威啊，出邊63粉紅帽係肯佩斯啊，後邊嗰5匹馬傲視同群啦，咁啊尾4位置呢，就係寶賢得啊，後邊3匹馬飛雪神區都靈福星啊，暫時殿後係安泰嚟㗎，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假面騎士嚟嘅，天時明區就響佢外邊啊。咁啊第3位嘅馬有內欄位置啦，係開心5月啊。外邊第4就艾利奧，中間第5黃帽嗰隻呢就張睿啦，後多層啊嘛。跟住個第6就肯佩斯啊，灰馬堅有利，外邊埋邊黃龍飛將啊，後邊個6匹馬天威寶賢得傲視同群啊。尾3係飛雪神區啊，安泰進佔尾2啊，褪咗喺後邊係都靈福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仍然係假面騎士嘅，跟住第2位就天時明區啊，開心5月咬住埋邊第3藍衫嗰匹啊，後多層啊馬啦，有張睿啦、艾利奧啦，等入邊黃衫偷入去，有黃龍飛將攞出去，有粉紅帽嘅肯佩斯，外邊灰馬係堅有利，最出仲有飛雪神區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假面騎士啊，埋邊偷位上嘅馬有黃龍飛將啊，中間位置呢，仲有張睿啦，開心5月啦，外邊肯佩斯最出係堅有利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張睿透出咗，見到追佢嘅馬埋邊有黃龍飛將，外邊灰馬堅有利，接近終點，張睿贏出呢場賽事，黃龍飛將第2，第3名堅有利，第4名係飛雪神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張睿咁啊都係跑過1場馬嚟到跑谷草，跟住轉過嚟跑泥地1650米就大變身啊！金成光咁啊贏馬咯，第2名黃龍飛將偷入邊嘅。黃kỳ居，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喎，63行咗喎，嗰次元朗精英褪咗喺後邊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有飛輪步啦，埋邊勁沙塵啦，中間夾住有金聖明區啊。第4位外邊啊不同世界啊，第5位粉紅袖美麗星辰，第6位灰色衫灰色帽響外邊呢，仲有英俊飛區啊。後多層啊嘛，內欄第7灰色衫佳進連連出邊型好威風啊。馬林中間紅衫白帽，外邊幸運派彩，中間夾住仲有加州熱浪啊。後邊4匹馬元朗精英太太精神龍城精將呢就紫色衫，暫時殿後係火焰閃爍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原來係不同世界放頭添喎，跟住喺第2位啦，外邊英俊飛區就走咗上去，中間啊飛輪步型好威風都走埋上去啊。內欄第5係金聖明區啊，第6位粉紅就美麗星辰啦，內欄第7啊橙衫係勁沙塵啊，中間加州熱浪啊，出邊紅衫白帽係幸運派彩啊，後邊嗰5匹馬佳進連連太太精神，尾3紫色衫外邊呢就龍城精將啊，尾2內欄元朗精英響後邊呢就火焰閃爍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英俊飛區呢就透出咗㗎啦已經，埋邊有不同世界啊，中間型好威風開始冚上嚟啦，外邊有美麗星辰追啦，最出嗰邊仲係幸運派彩啊，火焰閃爍亦都賺緊出嚟㗎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美麗星辰透出咗，勁沙塵中間追，大外多火焰閃爍撲上嚟都勁啊，入邊位置呢仲係英俊飛區，最後100零米美麗星辰佔先，埋邊英俊飛區中間勁沙塵接近終點啦，美麗星辰贏啊，跑第2名英俊飛區，第3名勁沙塵同埋出邊呢嗰隻火焰閃爍呢就比較接近啲啊。咁啊嚟到尾場賽事都係潘頓贏馬，而呢隻美麗星辰咁啊衝向國際賽事又邁進一大步啊！尾場賽事潘頓食